办法，大家都哇！以前啲歌星啊，一買嘢18000、6000、5000，幾好賺啊！我一買嘢最多係2000、2000，你應該做CD啦，唔可以走台。但係嗰啲企企飛啊，300、500，好犀利嘅喎，一日走4場，哇！4次16,600，有些跑6場啊，能跑，馬上趕過跑，馬上跑進彎陣就滾蛋出，但係跑到順帶飛跑回來，基隆坡要你6場。我都成日跑啊，跑3場，反正跑了3場，跑200吧，3場200。来为你唱一首这首歌本地人出名的，虽然台湾的死火嘞，7、8万。几万还真追啊！这个分给4个人了，一个人才25万不了了。哎。